錦繡花園特別工程委員會簡稱特委會喺2021年成立。特委會委員包括管理處職員同埋居民代表。當時卜國明擔任特委會主席，佢一直都極力推薦聘用其中一間顧問公司，仲要求將一直沿用嘅價低者得標書改為評分標書。根據特委會2022年3月12日第3次會議記錄，管理處公佈唔聘用卜山屬意嘅顧問公司，原因係該顧問公司嘅標書唔符合卜山較早前設計嘅評分標準入邊其中一項嘅強制遵守條款。管理處認為有工程同埋法律風險，而且卜山極力推薦嘅顧問公司收費比另一間顧問公司貴咗70%。卜山當時立即表現出極度不滿，佢話覺得自己唔受尊重，最後仲決定要辭職。嗰件事之後，卜山出席舊年嘅居民大會，不如我哋一齊聽下佢當時講咗啲乜嘢。要去點樣去監管？其實呢，即係需要嗰個標書呢，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要有競爭性。最主要一樣嘢就要有競爭性，確保係公開、公平、公正去競爭。如果嗱，因為佢其實係有個顧問，佢亦都係管理處呢，應該係將成個即係錦繡花園呢，將佢係分開。嗱，其實就真係唔好一個合約做晒，即係起碼兩個至3個，亦都希望一定係公開、公平、公正，即係話咩呢？參考政府嘅招標嘅方法，邀請喺政府嗰個水務或者係道路嗰個category 上面嘅 B 牌同埋 C 牌。嗱，我意思係話呢，一定要係邀請晒。你邀請晒嘅話呢，佢哋就係會只要有興趣落標呢，就好難做到一啲叫做唔合理嘅即係方法㗎啦。咁之後呢，就係需要嘅呢，就係管理處SPAC、MAC 嗰啲呢，係我哋授權俾佢幫手監察。咁呢樣嘢呢，就可以確保到，即係以後佢嗰個標呢。嗱，因為你話揾全個業主啲人去投票，去邊個中標呢？呢樣嘢係冇可能嘅，一定係要有一班人去睇到底邊個標，而呢個標最緊要就係投標嗰一刻係公開、公平、公正，邀請即係有合資格嗰啲標嗰啲承建商落標先至有用嘅。咁我諗我諗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即係考慮下，即係日後係點樣運作，我哋先至有意思嘅。原來卜山當年唔係特委會委員嘅時候，就覺得5億工程必須要參考政府慣常嘅做法，即係要有競爭，合約要分開俾最少2至3個工程公司，唔好全部嘢俾晒同一間做。佢話咁樣就可以減低風險，同埋避免出現一啲古靈精怪嘅情況。我哋翻查特委會會議記錄，發現卜山原來2024年居民大會之後，又歸隊重新加入返特委會，之後更加搖身一變，成為咗管理處嘅代言人，拍咗好多影片解說5億工程嘅問題。呢啲影片嘅內容全部都係以工程師嘅身份，企圖遊說小業主接受呢一個5億大工程。而其中一段短片，卜山就完美咁樣示範咗點樣用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原本我就想將呢個精華片段剪落嚟分享俾大家嘅，不過管理處喺影片入邊警告唔俾任何人重用佢哋嘅資訊影片，所以我都唔敢喺度將內容轉載，費事等人俾人告啦。喺嗰段影片入邊，卜山話5億工程只需要用單一承建商，因為一間有能力、有經驗嘅公司可以將資源集中，從而提升管理同埋工程質量喎。吓？點解而家又唔參照政府做法，分開俾至少2至3個承建商做啊？如果你想親眼睇下卜山係點樣用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建議你自己去睇返條片。我將條 link 放咗喺留言，你哋可以自己 click 入去睇。
其實當年卜山堅持取消價低者得標書，最終已經令小業主承擔高達900萬嘅顧問費。而家又極力推薦聘用單一承建商，咁大家又明唔明白卜山用心良苦呢？